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嘅廚房。呢兩日特別想食叉燒。叉燒係港式燒味嘅代表之一，但係今日我唔係用烤嘅，而係用平底鑊去做叉燒。睇下成品都唔比烤製嘅差㗎。首先調醃料，準備一個大盤，放3羹叉燒醬，1湯匙嘅生抽，1湯匙嘅料酒，1茶匙嘅白糖，2瓣蒜頭壓成蒜泥，倒入2湯匙嘅水，攪勻，放埋一邊備用。而家處理豬肉，豬肉清洗之後，用廚房紙擦乾嘅水分，就有利於吸收嘅醃料啦。豬肉最後係買到嗰啲梅頭肉，如果冇嘅話，就買呢種肥瘦相間嘅，咁啊做起嚟就唔會太多瘦肉嘅話就會好柴嘅。放喺砧板度，用個叉叉好多個窿，好似咁樣，佢更容易吸收。如果你覺得我嘅影片都唔錯，請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頻道，並撳埋個鐘仔啦！你嘅鼓勵同支持係我繼續嘅動力，多謝晒！將啲豬肉用叉叉到咁樣一窿窿就得啦。而家將處理好嘅豬肉放入醃料嗰度，用手攪勻，等啲豬肉充分吸收嗰啲醃料。我呢度幫佢按摩1分鐘，跟住將啲豬肉完全地浸泡喺啲醃料之中。用保鮮紙將佢包好，冷藏1晚。如果你冇時間嘅，至少都要冷藏佢3個鐘頭。你覺得我醃製叉燒嘅配方點呢？歡迎你喺評論區留言，同我分享做菜嘅經驗同心得。第2日取出醃咗1晚嘅豬肉，準備一個大蓋嘅鑊，中小火熱鑊，鍋中唔使放油㗎。放入醃好嘅豬肉，煎約2分鐘。2分鐘之後翻面，再煎另一邊2分鐘。煎到豬肉表面有少少燶就得啦。之後就倒入剩低嘅醃料，並且加3湯羹嘅水。轉小火冚蓋，煮佢15分鐘。呢個時候就準備一些蜜糖水。15分鐘之後，豬肉就會熟啦。開蓋轉中火，將啲湯汁收乾。過程中要不斷咁移動嗰啲肉塊嘅，唔係佢就會轉燶噶啦。
呢個時候將啲蜜糖水均勻地搽喺豬肉上邊，每一塊都要搽到。之後就翻面，塗另外一邊。攞蜜糖水之後，因為有糖，佢啲肉呢就好容易燶嘅，所以呢個時候要不斷咁移動呢啲肉塊，煮到嗰啲豬肉表面有少少焦燶，咁就得啦。叉燒咁樣就做好啦，係咪好簡單呢？叉燒嘅色澤紅潤，外面係微微焦嘅，帶有一股誘人嘅蜜汁光澤。放涼之後切薄片，口感係外焦裏嫩，肉汁鮮潤多汁，甜中帶鹹。如果你唔鍾意食有帶甜味嘅嘢嘅話，你可以唔放蜜糖水都得嘅，但係咁睇落去嘅叉燒就冇咁有光澤咯。帶有濃郁嘅蜂蜜同埋醬香味。叉燒可以單獨咁樣食嘅，亦都可以配米飯或者麵條啊、粉啊，都係可以嘅。好啦，今日我哋就做到呢度啦。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，請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頻道並撳埋個鐘仔。感謝觀看，拜拜。